春暖花開，去巴黎除咗感受下呢一個浪漫滿瀉嘅美麗城市之外呢，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嘅活動俾遊客體驗一番㗎。早前呢，鐵塔就推出咗個好玩嘅活動，就係挑戰巴黎鐵塔上的浮懸吊橋，啱晒中意刺激嘅朋友。玩啲咩？就係漫步響巴黎鐵塔設置嘅一條懸空透明步行道，俾有膽識嘅遊客響高空中呢體驗強烈嘅視覺刺激，就好似喺巴黎上空漫步，一步一驚心，好有驚險感㗎，而且可以用另一個視覺俯瞰巴黎嘅美景。呢個咁刺激嘅活動呢，唔係成日有㗎，舊年推出咗，見反應好好，所以今年呢就捲土重嚟。呢個體驗呢就唔使額外收費嘅，已經包咗喺上鐵塔嘅門票度㗎啦。不過呢，就係期間限定，去到5月6號。有興趣又有膽量嘅朋友，如果嚟到巴黎玩嘅話呢，就不妨試下啦。